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防疫三级警戒，学生囡仔拢伫厝内用网络上课，哪看教材，哪听老师教册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材，教材材。材本地意思是讲树仔会当使用到的部分，像咱讲木材。混看来讲，嘛有原料意思，像咱讲药材，嘛有资料的意思，像教材。另外资质还有能力，无论是外形或者是内在部分。咱讲是人才，卖当直接写作才能的才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药材，就是会当摕了做药的材料；第二个词读做材料，代表讲会当摕来进一步制作产品的原料，或者是会当摕来用的资料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防疫这段时间，咱中央研究院嘛有研究治疗新冠肺炎的汉药药材，现此时便也是会当治疗新冠肺炎，无论是什么款的材料，研究人员拢会摕来正做研究的对象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才提供予大家参考。